这3月早有的麦啊吼，这本来是2个算吼，哇，啊2只小搭，有一只起啥，一只搭出来啊。我有自投罗网，你2个搭个是你因那搭在平面这里吼，咱来教互你甲我算一下好。来，对头家哈，那个哈，即马轻轻啊大头哦，莫上大，安尼往上拉，来，这个搭麦啊，无一定较大只赢哦。呀，搭出来这个做好耍的，这就是一个地方有特色的物件，伊就讲做这，伊这啥样？伊这有一个网而且。所以蹭一层一直蹭起来，阮囡仔是佮摕这来做创治人，落地裤骹弄起来，咱弄起第一个反应是一直读，会愈读愈开，越蹭得起来，这是一个做趣味的物件。对。4月到5月较特别，咱就叫做空气炮叫皮泡仔纸，就跟这季节才有。所以伊每一个季节有每一个季节特别的物件。所以我讲这，就讲伊啊分环境，还是讲有佚佗有爬，囡仔爬树啊，伊冇爬到这个东莞，嘛有玉米小碎的生法，用做出来，所以东莞是做一个分类的啦。对，你上有气的时阵拢咧算啥？囡仔拄初步开始一定是去庙口甲人算红仔票，搭竹啊，拍干乐，对，拍干乐。但是尾啊较大了，身躯顶一定要插一支叫做超级小刀，这支刀啊用拗开。你只要身躯偏插一这支刀啊，你就用去田外边啊、树顶啊，就用创作做最好耍的物件。比如春天，阮用做风吹，阮较早风吹，迄个年代无鼓啊，年代你知阮风吹安怎做吗？阮是用饭粒啊做鼓啊，所以叫饭粒啊风吹。用报纸落去挂出来。阮较早风吹，佮用拍电报。阮风吹飞去了，阮去写一张许愿卡，写好了啦，扭去了，伊会飞去面顶，风吹收来是你的愿望就达成了。这是最特别一个档案。对所以老师迄个时阵，迄就是较一般，就是咱就地取材，身躯边有啥物件，就甲伊摕来做迄个佚佗物啊。我细汉算过这，即马叫做红仔仙，嘛有人叫伊绕切切。豆子羊啊是，豆子羊，我嘛有捌算过，有拼拼，即马囡仔嘛叫拼拼，伊就安尼打，看谁压在上面，伊就算赢。算赢就对啊。因为其实我细汉时阵，我嘛是捌算过，囡仔时阵拢爱摕迄个鱼饼、迄个铁鸭肉有无？规个迄个食饼、迄个鸭肉吼，拢会收迄足济，就规桶安尼吼，来输赢你来赢我食，我全部拢是安尼。除了这以外，听讲江老师今仔有炸一个是高档级的是。50年代国宝级的红仔仙，迄阵较早吼，你若要看红仔仙，看伊的头壳，敢有一个小圈圈无？伊若有吼，迄个圈圈若伫的，迄个就较宝贝；伊若圈圈若歹去，安尼就无人要伫啊。对，较早迄种大仙的叫做天霸王。天霸王，迄个倒滚落食，才有法度换一只迄个。倒滚落食才有换一只，所以迄个其实是等于讲是阿公时代就出现了对啊啦。所以大家时代拢无共款，材质拢无共款。你像迄是啥物款的材质？迄较早叫做赛璐璐，迄是较早塑胶还未发明进前，用樟树咧内底，用内底伊用赛璐璐是塑胶的替代品，塑胶的替代，所以后来就无啊，后壁就无啊，后壁拢即种的，对，就是用即款透明的即款对。安尼我想要请教就是江老师啊，就你的迄个了解，你所收到迄个天霸王迄款的红啊，因为伊做遐尼大只迄个红啊。伊通常做迄个度是啥物款的度？较早上开始的时阵，伊是为神像，还是讲为故事民间的故事内底去发明出来的。伊设计出来叫做人物，敢若三国啊，还是讲《水浒传》内底，都有即寡人物出来。对，后壁才各式各样的无共款的事件的明星安尼。继续来请教张老师讲，咱这佚佗物啊，敢有法度家己做一个分类啊？伊会因环境。所以有一个环境的档案，这个环境比方住山顶，伊有山顶的环境，原住民因拍啦，打猎，囡仔就学啊，就来做弓箭来射，还是讲咱住海口，伊用蚵仔壳啊做拉壳来做伊生的物件，较平地伊就是用平地物件来处，所以伊有环境的玩具，就讲伊有植物的，用植物的物件来算，比如什么叫植物的。阮囡仔先放学先是要行半点钟才到厝，所以阮毋当行到哪算慢迄个草啊，2个咧揪草霸王，拍角扭咧，
登去迄个所以啊，哦，还是讲去买那看骨灰，哦，啊，甲桥的时候，阮就叫就等咧桥卡，伊就那降落船呢，吼，所以伊这嘛有直播的环境，吼，啊，当然假期咧较有用心，就咱讲超级小刀架的，就去出碟啊，吼，啊，咱就来个升一机，吼，咱来表演一下，吼，这就是屁爆炸器，哦，传说中的空气枪，吼，啊，这机吼，我头嘛是要来参加这部新歌，就地出在去办来，吼。哦，伊就啵一声，哦，这就是屁爆炸器，啊，电脑边啊都有这种，所以这就是伊环境咱来创作出来的一个玩具啦。老师是什么碟啊？这啊，那名这边拢较拢贵碟较济，哦，啊，伊较大网，较大汉，啊，碟嘛较薄，较好做。哦，啊，阮囡仔先是用麻碟，搁较薄，但是过两工就爆去啊，爆去。对，对。所以其实这些物件拢是现做现算，啊，算算啊无就偏偏。啊，当我的精神就是安尼啊，就地出在吼，啊，歹去才搁做得好啊嘛吼，啊，所以伊较袂讲较贵重啦。对，啊，这就是其实拢是就地出在，大部分拢是一寡食物类的，吼，拢是爱食物类的。嘛有像咱较早囡仔讲要做碟啊枪吼，竹枪吼，灶卡都有啊嘛吼，啊，阮就去灶卡捡2箱吼，啊，就做这竹枪做耍了，但是吼，迄个食饭时就去人骂，啊，哪个捡2箱低去啊，啊，就是摕去做竹枪，哦，啊，即摆就是拢食便当，所有迄个免洗餐筷，所以较容易找到这样物件。对，我有看到迄个机器人，啊，迄是大概是啥物年代出现的啊？其实吼，阮博物馆用时间来甲玩具做分类，用每个时代有清朝较早的，啊，有日本时代的，啊，有450年代，啊，有这你拄则讲的这780年代的，对，迄只叫做火星大王。火星大王。对，迄个是较特别的物件。迄个机器人呢，伊会当洗。较早的吼，拢无电、无发条、无齿轮，伊要物件要算起来，要甲玩具要动起来很难呐，你要先动手。对。所以吼。伊就用这阵较早做这个时阵，伊就敢若小朋友梦幻逸品共款，对，伊会当洗起来底下放剑弓安尼，就够直接。